旧历过年休几礼拜，即阵真侪工地拢成大型赶工，惊讲这又搁发生工地挖地机煞造成附近的厝放弃的状况。桃园市府是当咧巡检107大的工地，目前是有查到一大可能有风险，已经下令停工。机器当咧工地拍起啦！根据统计，桃园目前咧起的工程超过1500个，附近的民众尤其老岁仔上烦恼拍起来时噪音的问题。就觉得有时候比较吵，就对了。就是白天呢，一定会吵的。啊，他得做到12点钟啊，你睡只有一个钟头啊。哦，要把握时间睡觉，就对了。哪那么好睡的啦？工地工程一直咧进行，也未少监测设施为着预防建案的工地伫过年进前抢工开始挖，造成四边的建物松动。桃园市府建管处委请第三方的工会，针对桃园市107个工地，就挖地下室的建构系统安全观测。做连续壁敢有漏水等进行全面巡检，按算20早进前完成。可以加强我们在现场施工的一个保证。那透过这个第三方技师工会的单位，来替这些工地做这个健康检查。一般营建工地都习惯由除夕会休息到初五。那也很喜欢因为有这一段时间的休息，通常都可以期待在除夕以前，工地都会有一个大赶工的状况。建管处表示，巡检的过程当中，若发现违规，会按照建筑法来罚；整体若重大，也会下令停工。到目前为止，已经有一大工地有损害到附近的建物的记录，互下令停工，一直到连续壁甲更固的设施改善完成，才会当复工。今年也甲巡检的机制常态化、法制化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